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小干是做牛着摊，做人着磨。伫咧农业社会内底，牛主要的功能是用因的体力来拖车甲犁田。这是牛一出世就注定好爱做的代志。亲像人的一生当中，嘛是爱面对大大小小的磨练。自细汉就爱读册学习，大汉的时搁来做工课，才有法度享受辛苦赚的金钱来享福。所以，这句俗谚是咧形容人的一生注定爱劳苦，亲像牛共款，爱拖车甲犁田，嘛是伫拄着困境的时阵，用来安慰人的一句话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